针对凯米风台造成凯塔货轮伫个十万溪外海1.8海里来搁浅，货柜破损，漂流未少的新鲜肉品外泄，污染着水质，造成未少的蛤蟆、蚵仔死亡的事件。对此，立法委员陈廷辉甲前议长郭信良5号上午特别邀请中央甲地方的官员以及准公司的保险公司代表召开协调会。未少的渔民认为，严重影响着海域，造成渔民的损失。时阵啊，落货柜拢落去海啊，阮出去放网仔的时阵，阮的网仔拢有损失着，啊，阮的牌仔嘛会卡着个货柜啦，那叶仔会歹，船体嘛受灾损啦。啊，而且阮即阵仔还无法度掠，落卖网仔就拢歹，啊，这爱一段足久的时间，真久的时间无法度去处理。希望相关的单位会当帮阮争取一寡赔偿一寡互阮，因为阮拢靠在咧生活咧食穿的。货轮搭来物件，甲迄臭味，啊，这几个拢变成拢臭味，台湾的可以大量使用，啊，所以阮看会当要求赔偿的。上午出席的包括市府、农业局、渔业科、环保甲发展单位，还佫有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航港局南部航务中心的专委，以及保险公司委托第三方的工程单位。会中立委甲前议长认为，受害的渔民一定要确定受害范围甲定位。至于渔船或者是渔网仔受损的部分，嘛要明确来举证。离出海掠鱼的损失，才会用甲往年来做比较。我们有出港、出关、出海的资料，现在都没办法了。我只要证明我没办法出海，这个就是啦，影响我的生活啊。我拿这个资料就证明啦。蚵仔、蛤蟆，咱损失嘞有相片，头仔吼有做侪迄个疤啦，啥物拢伫咱的边仔呀，翕相起来，翕相起来了后。定位，袂晓定位的，找过信用议长服务处。咱直接来甲伊报，咱甲伊收收了来报航港局，咱的这边来中央保险公司这个第一。第二很重要就是讲呢，咱咧报咱的财的部分，拜托的吼，咱来凭家己的良心来申报。最后协调的结果，将伫8月9号由保险公司委由第三公证单位。将申请的表格来准备好，提供渔民来申请，并且伫8月23进前完成所有的申报，要求用上简单的方式，让渔民会用得到应该有的保障。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